探寻高道继续来到苗栗。乡亲啊，原来台湾有石油，原来台湾有亚洲第一、全世界第二的油井。讲1861年，伫苗栗的出风溪发现到原油，从此就开始着跨越百年的辉煌的油金岁月。过去出风溪高道是开采着石油的工人巡视油井一定爱行的路。经过多年的开采，油气慢慢啊来打缺。出风溪为过去人讲是小香港，变做繁华拢是梦。这条小路啊，怎运行伫山崖之间，点点守护着台湾开采石油这个重要的历史记忆。继续，咱就来去苗栗，来去探访这条曾经牵动台湾经济发展的秘密高道。虽然是一条古道，但是以前呢，讲良心吧，以前的甘苦。你看，这个是世界第2口油井，亚洲第1口，台湾真的是宝。这些钻井的工作呢，就是奠定台湾日后进步的一个基础。二马山城历史绵延，过去100年来，捌有几百座油井，才伫真旺的山林内，这是台湾的骄傲。来，我们来到这边就是出黄坑缆车古道。为什么叫缆车古道？因为这边就是绕着缆车旁边走的古道。以前这边你要运送东西啊，势必要走这条道路，或者说它要巡视油井要走的道路，所以叫古道。为什么每一条古道大家很喜欢？就是里面有它的人文特色，各方面都不一样，值得我们去体会，好好欣赏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走的这个阶梯哈，出航空古道，这以前都是泥土路，要不然就是那个山石有没有？原地的石头把它铺成阶梯。现在后面为了人家好走，以前中油公司这边还有井要巡逻，为安全起见，所以盖了这个水泥阶梯，让大家走起来比较舒服。你要光是这些，他们巡警就要每天要爬上爬下。你看每3班制1天就要最少爬3趟。出风溪古油井步道长差不多有900公尺，无讲真行，行起来袂吃力。对着人情颇高的导览专家刘玉波，一直行，然后会使看到过去开采油气的历史遗迹。来，我们这样沿途走步道，但是还看到有没有？怎么半路间杀出一条这个，好像大蟒蛇一样？这个做什么？这是油管，不是送油就是送瓦斯，因为你这个瓦斯你产量产好以后，怎么去搬运？不能一桶桶的挑吧，就利用管线把它输送下去。1861年，出风溪的居民伫无意中伫后浪溪边发现浮油。1877年，伫美国技术协助下，成功挖出亚洲头一口的现代化油井。这个所在是全世界第2古老的矿区，到即马依然要伫开采，源源不断，将台湾继续向前推进。1861年嘛，那时候发现石油，那是从秋狗先生嘛。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，这边河床里面，上面漂浮一层黄色的油，那个很滑哦。所以那盐小时候就河床里面就可以看得到，好，所以河床里面那有一股那个味道，臭气。我们来到一个第18号油井遗址，啊，现在只是剩下那个井的把它封盖，但是那个井还已经没有生产，但是遗址还在这边。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以前整片山都是油井比较多，100多口井，这边将近快100口，啊，你看。剩下有的已经比较偏远，就没有留下。你看，这个是世界第2口油井，亚洲第1口。像你看美国宾州，它4年前已经停产，我们这边还有，所以就值得庆幸，台湾真的是宝。经过100年风霜，1912年挖的出风溪第18号井油源才伫遮。1970年代，真侪油井拢无油啊，矿场开始转型。较早真老热的出风溪古道，即马渐渐无人打卡到。这边路不通哎。对呀，路不通了。好，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哈，不然的话大家也不方便。
虽然是一条古道，但是以前呢，讲良心吧，以前的甘苦。因为这边虽然是没有生产，但它井的位置还留在这边，让人家感觉说在深山里面找井，这就是圣诞树，跟底下不一样，这是单管，只有一层油井而已，如果两管是2层，这是单管，还留下来让人家说锈蚀到很厉害了，感觉历史久远。对呀，无出石油啊，出风坑的古道华丽转型变成有旅游加生态价值的真水的古道。爬到那么高了，一般你的山上如果说你水带的不够多，怎么办？这边有现成的水果、树叶，这个呢叫做酸藤，因为它汁液很多，它酸，它会刺激你的口意，让你感觉口干舌燥。就这样子一片，来，你们来尝一下，来，这不错了，要不要？好，老师，我拿小片的，那个大片的给我们试一下。好啦，你咬下去，慢慢咬，到最后面有点肥干，这个蛮不错的，所以说你不用带太多水壶就很酸，对，很酸。导览专家普哥发挥山内本事，3、2个手就替阮解决喙焦的问题，连简单的登山装备嘛是现场出来。不过你现在要干嘛？对，采这个姑婆芋，一般人家有没有像下雨天或是天气热啊，可以当个帽子，直接就戴在头上。它是怎样用那个树枝穿过那个？撑过去，把它撑过去，试试看啊，戴起来。可以哦，可以遮太阳哎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子啊，蛮有创意的哈。出风坑这个古道见证过去曾经辉煌的油金岁月，当地一草一木更加有69岁坡哥，充满欢笑声，囡仔时代记忆。好来，我们先看到这个桂竹，稍微尾巴一点，会做成这个鸡肉骨。这以前有没有人家卖糖葫芦的？用这种。小时候常常我们在一起嘛，后面慢慢长大以后，对这些我就对地方事务稍微有很喜欢了解。以前农到石油公司上班真的是1级棒，因为它固定嘛，你每个月开销都会固定开销在那边，他们福利又好啊。出风坑古道早年是台湾的经济重镇。1922年，出风坑油气开采进入全盛时期，石油年产量有1亿5千万吨。目前出黄坑有生产井18口，每天生产天然气180万立方公尺。经过了二氧化碳脱除处理之后，每天可以供应100万立方公尺以上的天然气。你看这个钻井平台有多高？10层楼以上吧。一般我们住家房子一层楼差不多3米至4米嘛，这个超过60公尺，你想有多高？这悬的油井架为土卡搭起来，开创台湾的油金盛世，超过10层楼啊悬的钢铁结构，拢是人工做的。像这个钢索，它就是上面有个最上面就是钢索天车要吊东西，我们用这个钢索把它牵引上去拉。像这些它工作台就这样子，你看这么高，你光人要这样爬上去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没办法。你现在你看这个山坡地，这找井，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地质探勘，有了探勘呢，知道它的整个地层的构造以后呢，我们才开始派员去钻探。 69岁台湾油矿电力馆环高技工队的队长黄国伟，离中油服务超过40年，较早是一个采油的技术员，石油探采的心酸血泪，一道道啊讲起。讲到钻井的辛苦，真的是光都辛苦啊，猪栏杆嘛，他们24小时没有间断，而且不管是风吹雨打，刚去的时候你要上那个楼，我自己爬过，我爬到一半我就不敢上了。 可是他们天天就要上下这样子，真的是以血汗去换的台湾经济的成长。这个是我们的钻探的核心哦，是我们钻机。从我进公司到我退休，已经有好几位我非常熟悉的好朋友离开人世，就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人的疏忽。所以说，在我们的这个职场上面，其实有很多的禁忌啊。
交班呐、上下班呐，你都要能够讲祝福的话。我非常深刻的记忆犹新，因为走掉的那个老班长，那时候他来上班，结果下班的一个伙伴就说：“哦，我们江西也有老六。”结果当天他就走了。所以说这种东西，就那个人到现在内疚到现在。辛苦的采油工人无眠无日的卖命，家庭这一罐啊一罐有虎皮色的珍贵原油，拢是一代一代采油的工人历来无简单的心血结晶。到这边呢，不是请各位喝老人茶，也不是请各位呢品尝一下奶茶哦，这是我们出航坑这地区，不止出航坑，是我们全省各个地区所生产的原油。各位可以蹲下来看看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来自台西的原油？现在很多人说这个才叫原油啊，没错，这个才叫原油。其实不对啊，原油其实有各种，因为它生产的地层的深度、温度、压力、年限都不一样，所以说呢会造成它的这个不一样。石油正探24小时袂当停，工作是危险不操劳。因无伫1959年代，出空厅矿场的员工超过90%，差不多都是在地客家子弟。客家人比较能够吃苦，所以说在做钻井的几乎都是客家人。好，很做很拼，做一天做得做得起。虽然讲做当辛苦，虽然讲要做钻时我讲安苦阿爸阿冇做的吼，也想要赚的吼。啊，不过呢，他感觉呢硬强精神，还要熬得牙筋，还咧做下而已。采油的艰苦点滴在心，面对高压的工作，黄队长有一套小套的铁项。每当自己心情低潮，或是说工作碰到困难的时候呢，总是会爬坡，好好的躺在这边，看看天空，释放自己的心情，再来重新开始。而且呢，在这边20几年，我在这边躺过差不多4次而已，也不多。躺一躺呢，回去说，哎，对了，马上就有点子，回去以后呢就能够解决。出龙坑矿场员工福利社嘛是队长充电放松的秘密基地。好，中油的福利呢也是不错的，且呢我们有设计一个福利社。来，今天呢跟各位介绍我的老朋友小玉。哎，对啦，认识了10几年了哈，他一直在这边呢，对我们的员工的服务很多，所以说呢，我对他呢也是非常，而且呢他非常亲近，尤其是呢夏天呢穿得更辣。它这边是传统名字，这种我们主打的是绍兴酒米糕系列咸冰棒是招牌冰，他们都叫我廖姐，就把我当姐姐啦。对对对，那他们会跟你分享什么？工作上的事啊，跟私下的事都会闲聊。就跟老婆吵架会跟你讲吗？有的会哦，有的会讲哦。所以你每天看到这么多的员工，你也是顺便挑女婿，是不是？也有顺便在挑哦。全盛时期，出龙坑矿场员工超过1000个人，宿舍区衣食住行用乐各项功能拢有。今嘛，大部分的建筑物年久失修，已经变成废墟。我们常常呢，为了呢让整个员工呢能够安居乐业，所以说呢，公司呢也同时设计了一个儿童育乐所，让他们的小孩呢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、最好的环境。所以说，在这边呢，各位也看到是儿童育乐所。锁掉了，这个呢也是一样，也是将近100年的历史哦。珍贵历史基地嵌在烽烟万草中，抢救任务一刻都袂使钱。来，我们来进来看一看。那这就是我们在出航坑里面最高的指挥官的房子，就是处长的宿舍区。很大间呢。对，就是因为官越大，房子越大。很高兴，我是很高兴，出航坑这边受到说政府的重视，把所有的历史建筑弄起来，让我们这些老游人回来的时候能够怀旧，好好的看一下那些东西哦。我们身为中油的一份子，当然以中油为荣。曾经是台湾能源自主重要大条，如今悠然凋零。
超过100年的苗栗出风坑，或者热情动人的油矿基地。